啊，我们的皈依处，慈护金刚持、灌顶大师徒仁波切、熟芒嘎旺仁波切、米就仁波切、博告仁波切为主的不可思议的呃僧众诸故，那么以及堪布种种善知识，那以及所聚集的所有的僧众向大家问候扎西德勒那现在呢，今天是第38届噶举祈愿法会的最后一天。那借此机会，首先要向诸法上师、护主、法王、慈氏护主、金刚持大司徒仁波切致上最深的谢意。那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啊、那么在一篇名为《诸种善业的历代慈氏护主大司徒仁波切》的祈愿文当中提到，那么大司徒仁波切在藏地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上师。那么在祈请文提到，在从佛陀时候频婆娑罗王的一位大力臣子开始印度的传承。那么西藏呢从马尔巴大医师却基洛卓开始西藏的传承。那么又从卓滚蕊谦开始实修传承噶玛噶举的传承那他如是众多的转世，以成就者、智者的身份，利益无量的众生。特别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大司徒的名号，那是由他历代呢是最初是从国师确基讲称开始。那国师确基讲称呢，他是在历代大司徒仁波切当中呢，有确基讲称有2位，当中的比较早的那一位他是第5世噶玛巴得辛谢巴的弟子，由大明皇帝永乐帝赐予灌顶圆通妙在国师的名号。依着这个名号呢，就有灌顶的名号。那么在第5世法王给西谢巴，那么给予授记以及赐予宝冠，那因此呢开始了司徒的名号。他的转世司徒占星班就，那么是第6世法王通光顿颠所认证的。总而言之历代大司徒仁波切从藏传佛教来看呢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转世系统。在噶玛刚昌父子当中呢除了黑帽跟红帽系之外呢，是最早的一位转世诸故。历代师徒从第1世到第7世，米胖钦列两边呢，那都担任驻席地中的驻席地奥明伽玛寺的住持。那么为了整个佛教跟噶玛刚昌做了很大的贡献。那其中呢第8世大司徒仁波切大班智达却给迥念，他不仅是噶玛刚昌当中更是在这个熊邦父子之后呢，在雪域西藏当中呢，共同的名著呢最有贡献者。那当时呢，卫藏地区的噶玛刚昌传承受到了政治的迫害那这当中呢特别是第2世噶玛巴讲秀朵杰及夏玛第8世
呃呃确基等族二者呢是被大清皇帝雍正皇帝迎请到汉地弘法当中呢圆寂。那么噶玛刚昌成为了可以说是像是一个无头之身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师徒班禅他们奋力扛起弘扬及延续纲昌教法的重大责任。同时呢，在康区的德格建立了八棒寺。依着他的大慈大悲，那么在第17世那么八棒成为了呃康区最主要的噶玛刚昌的寺庙。不仅如此，那么于声明诗词、医学名天文历算、藏文文法等主要的小五名呢都发扬光大，使得八棒成为弘扬西藏种种名处的著名重镇。那么我们现在注释的慈氏金刚持，名讳是卑猫等游主吧。无论是在文思修或者学问戒律实修上，都具备了一切上师的功德。举例来说他在印度建立了八棒寺在西藏呢就持续照顾八棒寺以及支分的各个寺庙。那么当中呢曾经到西藏并且认证了各个教派的许多转世之古。同时在那么并且在佛学院闭关中心以及各种名处的教育上大力提供各种照顾跟协助。他在东西方成立许多的佛法中心，对整体佛教和噶玛刚昌呢具有无比的恩德。总而言之呢，我们现在的实修传承可以说是我们的命脉那么是第16世法王的4个法子当中呢，我们现在注释的有慈氏司徒仁波切以及秘密主金刚手菩萨的化现加长仁波切。就我而言呢，那么2位仁波切呢，在佛法还有世间上对我都是有最大的恩德。特别是现在殊胜的长的这个时刻，那么大司徒仁波切真实来临到第38届噶举大祈愿法会，那么如同历史一样，那是个重要的时刻。那不只是来临法会，同时呢展示了见解脱红宝冠，那么教示了14乐文，并且给予弥勒佛的灌顶。那仁波切呢他身体为恙但是呢一样不辞劳苦亲临法会。那么在大众当中一一给予加持实在是大恩大德。特别是我们现在在大祈愿法会，如同朱仁波切带领朱仁波切跟众僧众，那么带领大家念诵普贤恨愿，那以及三昧耶金刚、甘珠尔等，那实在是大恩大德。所以在这个殊胜的时候呢，那我真的打从心里向仁波切的所行，那么非常的随喜，那么献上敬意献上谢意，谢谢仁波切。
呃，一般而言呢，我们的伽马刚昌的这个佛父佛子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要说几句话。从第13届底督九节以及西渡却给囧内的弟子，那么贤片搞错了，做了一份刚昌上师父子的传记，要断除邪见，清净明镜。哎，那么呃那那么在伽马嘎居的父子里面呢，那么呃就是佛父子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并没有说这是我的寺庙的僧众，这是他寺庙的僧众，不会有这样的讲法。那么噶巴巴呢，也对于诸法子特别的恭敬如同也是法王一般。那这不止是在哎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那这个并不是，这并不是一种世间法的示现而已，在法上面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起源呢就是刚昌父子们呢，有时候呢是作为上师，有时候作为弟子，彼此互为师徒。那么彼此之间呢没有分别。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佛父子就是所谓的上师跟弟子，那么嗯那么彼此互为父子而没有区别，特别是呃第9世伽玛巴的佛父子五父子的13世法王他自己没有经过确请所做的六父子的祈请。那么对于父子的名号祈请啊啊各自的祈请每一位的佛行事业。那我呢也将13世底督朵节所做的祈请文上面呢，再加上15世法王所做的讲供仁波切的祈请文加上去，而成为了祈请文。那么在我们祈愿法会现在所念诵的本子里面可以看到，总而言之呢，实修传承干嘛刚昌从第1世吕宋天霸开始，那么主要的教主是历代噶玛巴，这不用多说。那么这个是在西藏教法，特别是噶举派噶玛刚昌的主要的传承者。那这也都不需要再多讲。那这当中呢，还有夏玛仁波切、司徒仁波切、炯贡仁波切、加长仁波切、巴沃仁波切、这沃仁波切，是最主要的弟子也是主要的事业者那么是由法王劝请了他们行此事业。所以我们对于父子们呢不要有区别对他们的前进心必须没有分别。同样的父子们就是服务父子们的这一些僧众们那我们要想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上师那么是法王的事业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对于总的教法以及伽玛刚昌的法教
那么上师都要视为是上师而来服侍。那么我们特别要称他们为刚昌的父子啊、那么刚刚我们讲过他原因的，那么所以他们是与其他的诸顾仁波切特别不一样的那我们必须要有此信心如是的称呼。那么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的服侍这些父子，那么彼此和谐共同合作。所以现在我们在噶举大祈愿法会第38届当中呢的最后一天，那么有这个30位仁波切，95位堪布，692位比丘那么一般僧正有3916位那么还有各中心的喇嘛有这个18位，那么各国来的僧众有97位，还有其他寺庙来的僧众有23位。那总而言之呢就有4058位僧众。那么工作人员呢，那么主要的有88位重要的然后还有100位帮忙的，还有500多位那么雇员雇工，那么总的加起来呢真实工作的人员有819位。那么我们从名单上面，那么就是有351位各国来的法友，那么还有来自不丹、印度、尼泊尔的法友有1941位那么灌顶那一天呢有非常多的人参加，这我们没有办法计数那只是呢有许多还有许多人员参与我们可能不见得在现场。那总之呢还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帮忙的人员总之呢在殊胜的菩提迦耶金刚座呢，那我们这个前善、中善、后善，那么所圆满的所有的善业，那全部都回向给如母的众生都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佛陀的果位，特别呢是希望南赡部洲这地球的这个病刀兵等等的这些灾害能够清除，那么佛法能够法教能够增长，并且支持法教的所有的上师圣士们都能够连主永固。那么法教呢能够遍满整个世间，那教徒呢能够彼此和睦相处。那么以我们自己的父母为主的一切的众生，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教法的恩惠。那么现在所在的大家，希望我们一同的发愿回向谢谢大家。